平衡戰呢個體能運動系列由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設計，共4個體能物資，專業教練示範同講解，簡單易學，適合不同年齡同體能人士，可以喺家居或室內場地進行。注意事項：運動前輕便服裝，充分熱身，空氣流通，足夠空間。運動期間健康狀況、運動強度，如有不適要立即停止。運動後要緩和身體，如有問題必須請教家長、教師或者教練。平衡戰小浮石，雙腳站在平衡戰上，訓練平衡，維持10至15秒，重複以上動作數次，可以按自己能力打開雙手，扶住椅子背、牆壁或者坐喺椅子上進行。平衡戰小飛機上落，打開雙手喺平衡戰上踏上踏落，維持10至15秒，重複以上動作數次，可以按自己能力雙腳踏喺平衡戰上上上落落，或者扶住椅子背、牆壁，可以坐喺椅子上進行。呢個運動可以增加我哋嘅平衡訓練難度。平衡戰單腳平衡，輪流使用單腳踏喺平衡戰上，維持5至10秒，完成後換腳，重複以上動作數次。平衡戰閃避、拋接，喺平衡戰上維持平衡，同時進行閃避同拋接。可以利用屋企嘅常見用品，例如毛公仔、包裝紙巾，維持呢個動作10至15秒，重複以上動作數次。可以按自己嘅能力，雙腳、單腳或者坐喺平衡戰上，有需要都可以扶住椅子背維持平衡。呢個訓練可以訓練我哋嘅敏捷度。